嗨，又係我梁 Sir。父親節就嚟到，今日我哋講下爸爸嘅責任。爸爸嘅責任可以從社會嘅期望、家庭支柱、情感陪伴同埋小朋友嘅人生導向呢4個元素去講下。仲停留住爸爸依然係淨係負責揾錢已經錯啦。而家嘅年代已經係爸爸多元嘅角色同埋好豐富嘅角色㗎啦。咁可以從以下4個核心嘅責任去講下。第一個就係經濟同安全感嘅一個護航者，即係外在嘅支撐，呢個係最傳統同缺一不可嘅責任嚟嘅。爸爸通常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安全網，提供一個生活保障，一個好穩定嘅生活保障，用汗水換翻嚟嘅愛，提供家庭嘅資源啊、支出啊、教育嘅資源。咁就佢嘅外形同嗰個強勁嘅體魄穩如泰山嘅體格呢，就可以建立一個形象，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個安全感，自自然然。第二就係孩子人生嘅引路人同榜樣，即係內在嘅塑造。根據心理學研究顯示，爸爸嘅言行舉止係影響孩子嘅一個性格嘅塑造嘅因素之一嚟嘅。咁就媽媽通常教育係包容無條件。隨住爸爸嘅陪伴，就會學識規矩同埋挑戰。咁爸爸負責仲會教埋係責任感、承擔責任同埋呢一個勇氣。咁就面對一啲困難、面對失敗嘅時候，點樣去處理？男仔嘅小朋友第一個模仿對象就係爸爸。爸爸點樣對待女性，面對工作壓力，從而直接佢成為一個點樣嘅男人將來。女仔嘅話，因為爸爸係第一個佢生命中嘅異性，所以佢將來嘅擇偶條件啊、尊重、愛護都會喺爸爸身上學到一個價值感。梁 Sir 今日講住2個重要男人嘅核心價值俾大家知，聽日或者下次我就會再講埋嗰2個核心價值俾大家知，男人嘅責任係點樣呢？